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前讲过，台湾若准出代志相关的挺台湾言论，或者日本和中国关系是随会紧张起来。日本政府的发言人就表示讲，中国发布包含留学观光交流缩减的做法，和日中领袖会谈所确认的战略互惠关系建立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是无符合的。日本无法度接受，要求中国爱调整。那日本外务省今仔日也派官员去到中国进行沟通，不过马英九却是批评这高市早苗袂定着。针对这款的讲法，总统赖清德今日呼吁讲，就要尊重日本国内政治，而且中国行为严重冲击到印太和平稳定，希望中国爱三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讲，台湾有代志可能构成日本专门飞机事态，引发中日关系紧张。中国连日来动作真多，包括呼吁民众暂时莫到日本旅游留学，也派出海警舰艇编队伫钓鱼台海峡巡航。17到19更加连续3天，伫黄海中部海峡进行实弹射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指出，中日人员交流缩减无符合两国领袖会談確認的推進戰略互惠的方向，已經強烈要求中方採取適當的做法。日中間では日常的にさまざまなレベルでやり取りを行っておりまして、その一つ一つを明らかにすることは差し支えます。政府としては中国側の一連の措置による影響を含めて引き続き状況を注視し、適切な対応を行ってまいります。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升悬，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厂长井井正章8月出访北京，有顶18甲中国外交部亚洲司长刘建雄等人面对面来沟通。伫台海议题引起中日的争议之下，前总统马英九批评高市早苗黑讲，对此总统赖清德呼吁，咱国应该尊重日本国内政治，因若中方行为严重冲击印太和平稳定，希望中国详细考虑。我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也呼吁中国应该要克制，展现大国的风范，不要成为区域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日本各界对于中国这样的挑衅，各界都非常的愤怒。对中国来讲，未必然会在国际关系上得到这个好处。台日协会长苏家全认为，日本对中方的抗议甲恐吓已经真惯势啊，因为未来台日的合作会继续向全面正向发展来前进。记者综合报道。